歡迎咧大家翻到嚟咧今日嘅左右開封啦。咁咧今日咧我唔知我哋第幾集啦。咁但係咧係呢一個嘅六四前夕啊，咁一定咧係同即係講翻我哋即係同六四有關嘅嘢啦。咁但係我覺得咧今日都要喺度先報告下行蹤先嘅，因為話説上個禮拜得我同阿包兩喺度唱雙簧啦。咁啊 Johnny 你係飛咗去？我係飛咗去日本嘅大阪啦。咁主要其實都係遊覽翻咩和歌山啊、大阪啊、白濱啊，同埋去奈良餵鹿。係啦，明幫佢同隻鹿有啲親密嘅行為，唔係即係錫啫。係啦，幾好幾好。咁另外咧，其實喺日本咧，即係大家都知道日本係一個叫做民主政體嘅國家啦。咁所以其實佢同埋佢係行議會制嘅，咁所以佢入面會有好多不同嘅黨啦，甚至乎可能有啲黨未必有喺國會攞到嗰個議席，但可能喺一啲地方嘅議會都攞到議席。咁其實咧如果大家之前都有留意過咧，其實日本咧有一個黨咧就叫做日本共產黨啦。咁其實你上翻佢個網睇咧，你完全 feel 唔到佢係共產黨嚟嘅，即係好 cute 嗰啲日本嗰啲卡通嘅文宣咧。其實佢 so far 即係我嘅理解，佢喺環球嘅共產黨，即係一堆共產黨入邊，佢嘅形象工程係做得幾好嘅。佢嘅形象工程，而且之前亦都有啲佢利用到一啲動漫或者一啲漫畫嘅方式去做 promotion。其實總體嚟講，俾人嘅觀感係冇咁典型嘅紅色咯。係啦，咁點解無啦啦會講日本共產黨呢？咁就係因為我去大阪嘅時候咁啱就見到日本共產黨就擺緊街站啦。咁佢就手頭上咧就派呢個文宣啦，即係大家可能細得滯未必睇到。咁其實咧入面主要係講緊，因為依家日本安倍晉三咧就講緊希望可以修改日本嘅憲法，因為日本憲法喺二次大戰之後咧就係要防範呢個軍國主義嘅擴張啦。咁所以佢哋就被逼要有個叫做集體自衛權，即係佢哋咧唔能夠出軍隊啊，係咪叫做？叫唔叫冇軍隊咧？咁應該叫自衛隊。唔係我哋成日笑就係日本，即係日本嗰個軍隊叫自衛隊。我記得由小學可以，唔係由中學可以笑到。係啊，因唔係，但係點解笑？我覺得呢個唔係今日大家明呢個少年期就再傾啦嚇。即係我去日本咧，佢會見到咩自衛軍招募嘅，就唔係自衛官啊。即係佢唔會直接話用軍啊或者用兵呢啲咁嘅字眼，咁所以就講緊話佢哋咧唔能夠派兵到其他國家嗰度執行任務啦，即係唔能夠好似美國咁樣或者英國無啦啦去伊拉克啊或者敍利亞嗰啲參與空襲啊，甚至乎地面部隊，咁只係可以當人哋其他國家打到去日本嘅領土入面咧，佢先至出兵。咁佢哋而家安倍晉三就講緊話要解禁呢個自衛權啦。咁入面我都係睇翻啲漢字嘅啫，咁主要係講緊話日本共產黨咧，其實係反對呢個軍國主義嘅擴張啦，就話反對安倍晉三進一步呢個開放集體自衛權。咁咧，因為佢哋就講緊咧話，其實開放集體自衛權咧，其實佢哋都好中意用美帝嚟做一個其實縱觀世界左翼都中意用美帝。係啦，都係用美帝嘅。咁就話其實開放呢個解禁呢個自衛權咧，其實只不過係方便當美國去其他地方搶石油嘅時候，由日本可以叉隻腳落去嘅啫。嗰日嘅美帝資本主義啊，係啦。唔係，但係咁嗰個係即係一個現實嚟嘅，即係美國透過一啲咁嘅軍事擴張啊，透過去製咗啲恐怖主義嚟入侵其他國家呢樣嘢。但係亦都係一個事實。但係仲要講埋你呢份嘢喺邊度攞翻嚟嘅？我呢份嘢咪就係即係 visit 日本共產黨個。梗唔係啦，其實喺路邊嗰啲街站嘅。但係咧，即係大家可能會以為當一個社會係民主社會嘅時候，可能大家都會好熱情，唔係熱情嘅，即係會比較積極去參與政治啦。但係我唔肯定係日本共產黨本身係細黨啦，因為佢本身定係日本人本身對政治文化都係比較冷感。咁所以其實我見到嗰啲共產黨嗰啲街站咧，其實見到一個啫。其實啲人都係行掂過，唔會攞啊，甚至乎唔會望。其實之前都有啲即係 study 話過，其實日本佢個民主化嘅過程，其實係因為二戰之後直接即係喺外國嘅協助之下直接做到出嚟㗎嘛。所以其實你會見到例如話香港而家年青一輩有好多抗爭啊，有好多一啲比較激進嘅行動，其實係因為我哋係未一個民主政制，但係日本因為佢嗰個民主政制係所謂好輕鬆咁得翻嚟，所以你會見到而家日本一啲40歲樓下或者40-50歲樓下嘅人去參與政治，其實嗰個程度都係好低嘅，即係佢哋可能會屋企睇下漫畫，可能啲漫畫會好諷刺時弊啦，講到好多政治嘢，但係叫佢哋去到街頭行動，其實就冇乜，反而係你見到上街通常有啲50-60歲嘅嗰一輩咧已經係，因為嗰陣時嗰個年代二戰之前佢哋仲有學生運動啊嘛，佢哋嗰陣時啊真係搞學運，所以嗰個就。嗰個傳統就嚟到而家，但係年輕一輩咧就反而好少搞呢啲，係啊，因為唔係社會抗爭咯。套翻落香港嘅情況就係，如果香港
即係回歸嘅時候已經係即係順利過渡到已經直接有普選嘅話，其實應該學生運動喺回歸之後唔見得會再有啲咩即係大規模嘅即係抗爭出現咁樣啦。咁但係我諗即係講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即係都翻我哋本身即係講緊六四嗰個問題，即係雖然上個禮拜就即係因為出咗馬來西亞嗰單嘢啦，咁就即係都搞好一段時間咁，但係我諗有關即係我喺馬來西亞嘅經歷，其實我每日都已經重複咗上我 Facebook 自己睇啦，我真係重複咗好多次啦，係啦，或者咁所以我諗都講翻少六四嘅嘢啦，因為我諗今年嘅六四咧，其實應該係計大約係3年前呢一個即係所謂本土嘅思潮開始興起之後咧，其實係亦都係計雨傘運動之後咧，其實大家都不斷會評估就係到底今年嗰個六四嘅人數有幾多？因為我諗可能之前節目都講過就係話對於上一代嘅人嚟講咧，佢哋會覺得六四係一件佢哋參與政治嘅起點，亦都係唔能夠忘記嘅歷史。咁而對於可能係啦，咁而對於即係唔好意思啊，對於四五年前啱啱去參與呢一個民主運動嘅一啲嘅學生咧，佢哋都會覺得就係話其實政治參與呢啲六四事件嘅燭光晚會或者遊行，亦都係佢哋起點。咁但係可能喺雨傘運動之後啦。可能喺呢一個雨傘運動之後，我哋就會見到其實可能學生佢哋會覺得雨傘運動係我哋起點，或者當公民抗命都冇用嘅時候，其實我哋仲有冇一個足夠嘅即係作用，或者我哋仲有冇必要繼續去六四燭光晚會？咁所以其實今年咧或者我琴日去完六四遊行啦，其實我對於今年六四嗰個人數會唔會夠逼爆維園嗰幾個足球嗰8個足球場，其實我都幾有保留，好老實講。咪6個足球場啫，但係我自己即係。如果我自己觀感上，我唔知係冇跟足啊，定係我啲 Facebook 已經剩翻啲 so-called 助交圈子已經冇晒嗰啲討論。即係其實我睇網上面關於去唔去六四或者去唔去支聯會嗰六四晚會嘅嗰個討論係少咗，即係或者嗰個呼聲冇咁大。往年你會見到好多人話，唔好再去啦，支聯會呢啲嘢，無謂建設民主中國啦咁樣。但係今年反而我觀感上係少咗呢啲咁嘅聲音。唔係我諗，因為講緊你話比較多嘅聲音就係上年啦，因為上年基本上係第一年有一個維園以外比較大型嘅六四集會，即係熱血公民喺連埋普羅政治學院啦，喺尖沙咀嗰度搞一個叫本土嘅六四晚會啦。咁係上年係第一個喺維園以外搞嘅一個大型嘅六四晚會。咁所以上年個討論一定係多嘅。咁嚟到今年點解個討論會少咗？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就係其實大家都 feel 到嗰種咪各有各做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咁咪各做咧，即係見到其實今年嘅六四集會，我會話都幾遍地開花。即係首先有支聯會嘅維園啦，跟住有港大學生會連埋嶺大就會喺 ConU 嗰度搞個叫做係咪論壇嘅定講座嘅物體啦，即係都係晚會嚟嘅，都係一個晚會啦。咁另外又係熱血公民連埋普羅政治學院就會喺全港嘅唔同嘅地區啦。跟住就學高官嗰度又係租架巴士咁樣周圍巡區咁樣去做一個流動嘅六四晚會嘅，咁所以都會見得到今年嗰個情況係叫做幾百花齊放啦，即係唔同思潮嘅人就會去唔同嘅六四晚會咯。係啦，唔係咁，但係我喺度諗就係話咧，因為其實今年即係雖然話就話各有各做啦，咁但係其實我諗咧，對比起上年講緊話支聯會悼念係行禮如儀啊，或者係講緊就係話其實我哋咁樣悼念落去，其實都冇乜作用㗎啦，又係支聯會嗰班咁樣鬧落去。我覺得反而今年咧，大家最中意攞住嚟講，或者最想處理嗰個問題就係嗰個建設民主中國嘅問題，因為我諗當我好記得就係話咧，其實喺大約我5年前啱啱參與六四燭光晚會嘅時候咧，嗰時嗰度好主流嘅講法就係話我哋喺中國係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咁我哋喺香港中國境內爭取民主，咁都係建設民主中國啦。咁同埋我哋係中國人，咁所以都係要去推動呢一個中國嘅民主化嘅。咁其實當時咧，支聯會嗰5大綱領基本上都冇乜人去批評，甚至直接講就係當時都未有本土派呢個 terms 出現啦。咁但係即係呢一個係我自己少少六四嘅記憶，或者我參與燭光晚會咁多年嚟嘅經歷啦。但係去到今年嗰個轉捩點就係大家開始去睇翻個歷史個環境嘅時候，就會去問就話例如，點解5月31號嗰個六四遊行會叫愛國民主大遊行？點解會愛國嘅咧？咁然後大家亦都會去問就話建設民主中國，咁即係大家成日掛喺後邊就話香港都搞唔掂，點搞中國嗰個問題啊嘛。其實我覺得點講咧，即係如果你要由翻個歷史嘅角度去講，其實嗰個有一個比較複雜嘅問題，因為
即係你話本土思潮，即係你話而家所謂本土意識興起啊咁樣，但係調翻轉頭講就係話，其實喺20年前啦，即係唔好講26年89嘅時候，即係其實回歸咗1-2年，即係 even 係15年、14年前，其實你會見到其實所謂中國人同埋香港人嗰個身份係冇衝突嘅，即係我哋唔會諗下啊，我係香港人所以我唔係中國人，或者我係中國人所以唔係香港人，係唔會有呢個衝突喺度。咁所以嗰陣時基本上話啊，建設民主中國其實冇乜嘢啊，因為的而且確當時如果講89年嘅時候，香港人的而且確係透過去支持國內嘅民主運動，而去希望自己一個更加好嘅將來更加開放嘅社會嘛。因為佢係純粹一個恐懼，就話97之後會點啊咁樣。咁嗰個你可以話係愛國嘅表現啦嚇。咁但係同時與此同時，佢亦都係一個保衞自己未來嘅表現咯。咁你可以話呢個叫本土意識嘅，你又叫做咁。但係其實無謂咁拗，因為嗰樣嘢即係你可以 argue 話其實嗰陣時已經有本土意識，但係調翻轉頭諗就係話，其實嗰陣時兩樣嘢根本就係冇衝突。唔係係啦，因為我諗其實即係正如三亞包所講，就係話我哋對於嗰個6·4嘅記憶，或者其實由25年前至到5年前本身嗰個矛盾都唔係咁大，其實係直至到就係話，當我哋發現香港人面對緊嗰個所謂實實在在嘅中港矛盾，唔單止係對政權嘅矛盾，而係我哋對可能一般平民百姓啊，或者直接唔係指向政權，可能只係一啲中國來嚟到香港嘅自由行等等，個反感程度越嚟越大，以至到其實可能係雨傘運動之後出現嗰種爭取民主嘅無力感，咁先促使到我哋會即係嘗試會去割裂兩樣嘢啦。咁但係我覺得話翻轉頭咧，其實當我哋去講緊我哋即係6·4爭取嘅訴求，即係例如建設民主中國應唔應該啊？其實我哋應唔應該個平反6·4啊？支聯會5大綱領仲需唔需要夠堅持？我覺得先期要去重新去睇翻到啲89年當年嘅北京係咩嘅一回事咯。因為喺支聯會嘅詮釋咧。或者如果我唔知大家即係聽節目嘅有冇睇過一條片叫6·4是什麼回事啦？咁基本上係教協出嘅。咁基本上喺支聯會或者教育嘅詮釋之下咧，咁即係當然我明白一個學校教育嘅需要係要盡量將呢啲事情去精簡或者片段化佢啦，即係唔好講得咁複雜啦。我哋會發現基本上嗰條10分鐘嘅影片個 flow 就係話學生嘗試去悼念，然後喺廣場集結，然後提出唔同嘅訴求，然後入去即係吾爾開希着住件睡衣入去辯論，搞下中共發現 control 唔到，最後鎮壓收場，完咁啊完咗整件事。咁但係對於可能好多6·4事件裏邊嘅脈絡啊，到底當時嘅廣場係點樣嘅一回事啊？學生當時學生嘅決策點樣去定啊？以至到就係話其實佢哋冇出現過好似我哋雨傘運動嘅時候一啲嘅分裂，定係其實佢當年嘅訴求係啲咩咧？因為唔知點解大家去講翻6·4。當年天安門廣場嘅活動都係講翻佢哋話推動中國民主化，咁但係到底點樣推動個中國民主化咧？點樣一開頭嗰個嘢都唔係好民主化嘅啫。係咯，咁所以話翻轉頭就話點解每年去6·4燭光晚會，我最深刻嗰樣嘢除咗係點燭光之外，就係每年入去維園之前咧，其實你都係要經過好多嘅街站，而每個街站都會塞好多單張俾你，而有啲仲係塞一本咁厚嘅刊物俾我哋啦。通常嗰啲都會最尾攞嚟係佔地下坐咯。係啊，喂，等陣先，一般啲破紙號都好似派一本㗎。咁大家嗰本就千祈唔好攞嚟坐地下。其餘嗰啲就自己諗啦。其他嗰啲就諗下啦。咁但係破紙號嗰本的而且確係，即係我哋都嘗試係將6·4嘅歷史啊，或者係而家我哋雨傘運動見到嘅嘢同6·4嘅時候一啲對比，去嘗試做一啲反思啦。係啊。但係咧，我有一點咧，我想回應翻阿包頭先就話講緊喺主權移交嘅初期，其實講中國人同香港人嗰個身份冇乜太大嘅衝突，但係其實我呢一點我有少少保留，即係可能會同時會認自己係中國人或者香港人，但係佢哋都會嘗試去分開，即係住喺香港嘅中國人同埋住喺大陸嘅中國人嗰個分別。即係其實睇翻主權移交之前有好多嘅一啲電視電影，其實都係講緊嘗試描述嗰種他者，即係嚟自大陸嗰個文化係比較叫做難以理解啦，同埋叫做比較係低文化水平嘅，甚至乎係冇乜教。例如有啲經典嘅戲啦，有鄭裕玲嘅表姐你好嘢啦，又或者例如寫到嗰套咩阿燦嗰套咧，我都淨咩網中人係咪叫網中人？其實大家都淨係記得嗰套戲叫阿燦。係啦，阿燦，又或者講緊羅大又有好多歌咩皇后大道中定皇后大道東，其實都係講緊去喺大陸嗰個兩者人民嘅嗰個分別。我明白啊，即係香港人同所謂中國人或者大陸人啦嚇，咁固然係有些少分別，但係你話去到一個位，你對於中國呢個嘢本身認唔認同咧？其實就冇乜我嘅理解上就冇乜衝突咯。即係你話
我要講咁，我唔單止係香港同大陸可以比較啦，廣東人同北京人都好唔同啦，同上海人都好唔同啦。咁但係我講嘅冇衝突嘅意思就係話，你嗰陣時話自己一個中國人都好，你可能係唔認同某啲中國某啲部分嘅文化。即係或者嗰日係當然存在文化衝突啦，或者大陸中國咁大。咁但係喺嗰個時代嚟講，其實所謂中國人嘅身份同香港人嘅身份係冇一個衝突噶嘛。可能會有啲唔認同，可能有啲唔理解咯。或者直接啲講就係個矛盾冇咁大啦。唔係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翻返去，即係我哋講緊話六四嗰件事咧，即係其實如果我哋去繼續去傾六四呢樣嘢之前咧，其實真係要去講翻就話當年個決策係咩嘅？當年其實廣場係咩回事？因為其實我會覺得呢一個係每一個年代嘅學生運動都要面對或者要去了解嘅問題。因為當我哋今日去睇翻即係支聯會嗰個嘅歷史咧，或者可能因為個集會係悼念性質嘅關係啦，其實好多嘅內部矛盾佢唔會攞出嚟講，即係但係其實對我嚟講，我會覺得六四呢件事點解同香港有對香港有意義，或者點解我會覺得我每年一定會繼續去關心六四呢件事，因為其實當年嘅學生對住中共政權所做嘅嘢，同埋我哋今日嘅學生嘗試同中共政權去爭取民主，或者去爭取我哋嘅即係自決嘅權利，咁其實都係會面對同樣嘅情況，即係其實可能係一啲經驗咯。係啦，因為其實喺六四嘅晚會底下咧，我哋一定會覺得當年嘅學生咧係團結一致地為咗呢一個嘅民主自由不惜坦克嚟到都要付上佢哋血肉之軀。咁但係原來睇翻歷史發現咧，原來有關撤定唔撤啦、退唔退場啦，以至到就佢哋整個決策問題啊，係咪勇武問題？其實呢一個每一個年代都要面對。咁但係唔知點解去到今日嘅香港，我哋睇翻個歷史就會好似覺得係一片好和諧、好團結一致。總之唔係黃單就查令，唔係查令就唔易開氣。咁可能30年後睇翻雨傘運動，啲人都會覺得好感動啊，好溫馨啊，好團結一致嘅。然後就淨係記得攞住把黃遮唱撐起雨傘咁樣。係散水跟住。唔係即係，如果真係要講呢個所謂策略上嘅對比，即係望翻而家香港嗰啲所謂屌大台嗰啲情況，哇，簡直係溫和到。你講邊個溫和？其實香港而家係屌大台，簡直係輕鬆到咩？北京嗰次有幾激進咧？北京嗰次啊，張黃玲同張柴玲同埋封從德喺個熒幕度綁架咗，綁住佢喐唔到，塞住佢把口，然後韞咗佢喺營度10幾個鐘頭先走得甩咯。點解咁做嘅？因為佢覺得係拆大台咯，佢哋覺得佢令到有問題咯。哦，係啊，即係你好彩㗎，你冇俾人綁架喺個營入邊。嗱，所以咧，下次想拆大台嗰啲人咧，咁就要睇下六四綁咗黃之鋒佢就 O K 㗎啦。我可以老笠呢啲嘢係應該係有效過拆咗個音響嘅，我都覺得。係咯，應該照計係拆咗大台嗰條友，然後攞咗個台嚟用㗎嘛。係啊，個策略應該係咁㗎嘛。唔係甚至係即係今日即係頭先講嗰個決策問題，甚至係即係當年你可以話六四當年佢哋嗰個奪權係點樣奪㗎啦，即係。對比起即係本土派嘅做法，即係可能真係相對比較溫和啦。甚至係其實當年咧，今日我哋一提起六四嘅時候咧，我哋一定係會去唱呢一個咩咧？近呢幾年興就唱呢個民主會戰勝歸來啦，自由花早少少係自由花啦，再唔係就血染的風采啦。咁但係咁其實亦都可能係因為六四集會喺香港有20幾年，而每年都有呢個即係我哋維園燭光照點亮神州大地，然後每年我哋都會俾人笑就係話淨係識去維園唱歌啦。咁但係其實當年嘅六四佢哋唱嘅又係咪真係民主會戰勝歸來咧？唔係或者係咪淨係唱自由花？因為個問題係其實正如頭先阿包所講到就係話一開始嘅佢哋喺天安門廣場嘅運動或者嗰個集結，其實唔係真係純粹為咗一個真係話要全國普選呢啲咁實質咁 valid 嘅民主訴求。如果要講的話，其實佢都唔係一個民主，你可以話佢係一個追求一個自由、其實最初係悼念啫嘛，悼念緊胡耀邦，但係胡耀邦就係當時中共嘅開明派啊嘛。係算係開明派啦。被歷史詮釋為開明派啦。應該話係咁嘅。佢悼念胡耀邦原因係因為胡耀邦尊重知識分子，即係知識分子即係大學生或者一啲教授啦。咁所以係出於呢樣嘢去悼念嘅。咁所以而因為改革開放嘅時候，對於呢啲知識分子嗰個嘅待遇其實好差嘅。所以其實好多時候，你個待遇係指即係佢出到嚟尊唔尊重佢，定係一嚟政府尊唔尊重佢哋啦，二嚟就係佢哋出到嚟，其實佢哋嘅工作環境係好差，即係佢哋冇乜工作機會啦。可能讀完個兩個大學，即係讀完個大學學位出嚟，可能佢哋嘅即係人工嗰啲係會差過一個普通嘅工人啦。因為嗰陣時大陸追求輕工業嗰啲係咁啤啤聲嗰啲發展，啤啤聲，即係東莞嗰啲，係啊，東莞嗰啲係啦。咁所以就其實一開頭啲學生真係爭取加人工嘅啫，即係佢哋用改善知識分子待遇呢8個字啦。但係其實實質上就加人工，好聽啲點解？唔係，所以其實嗰陣時係爭取一個更加自由開放嘅社會，就唔係咁民主。咁但係隨住中共佢嗰個態度越嚟越強硬嘅時候，就
變咗係一個應唔應該戒嚴啊，應唔應該有民主啊，應唔應該開放啲嘅討論咯。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話說回來就係話今日咧，我哋睇六四呢件事咧，我哋會 frame 佢做一個愛國民主運動啦，或者呢個一個喺1989年即係春夏之交為咗民主自由即係灑頭顱，即係付上自己拋熱血、付上自己血肉之軀一件事。咁但係即係其實點解每年要提六四，或者點解每年你入去六四燭光晚會都會有咁多特刊俾你攞？就因為其實六四從來唔係淨係一個支聯會嘅六四，都得2-3本嘅嘢，係咩？係啊，係咁少咩？我嘅理解係唔係咁，其實唔單張我理解兩單張串口啦，啦兩串口啦，我連埋入單張可以攞兩有串口入去有咗貼紙嗰啲啦，係係啊啊，記住攞破字號嗰本啊。係啦，唔係咁，所以其實就真係即係做下啲嘢睇翻六四呢件事，唔單止係悼唔悼念問題，而係其實佢整個歷史點樣詮釋真係非常之特別啦。特別係即係一開始其實純粹只係一個勞工議題，真係爭取一個即係更加好嘅薪金或者一個更加好嘅福利或者待遇，以至到當官方叫佢哋唔好去集會啦，咁然後就慢慢由一個勞工嘅議題或者一個即係日常生活待遇嘅問題，係一個社會議題，係社會議題，就去到一個政府係咪打壓呢個集會自由啊、民主啊等嘅議題，咁啊即係咁樣撐咗落去。咁我覺得，所以其實六四呢件事咧係非常之值得大家去了解多一啲，唔係淨係純粹一個即係當年嘅學生咁樣去付出，咁然後就係咁樣去悼念嘅一回事咯。同埋成件事件咧，我覺得到依家個詮釋好得意，即係大家諗起咩89民運或者六四事件，全部都係會諗學生運動、大學生罷課。其實你會見得到當時，即係如果你睇翻紀錄片啊，或者一啲相片，甚至乎一啲嘅文字上嘅資料，你會見得到其實係會當時基本上一個全民嘅運動嚟㗎。同埋你會點全民運動法？即係會見得到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市民真係會捧上水嚟支援啊，嗰啲都係會有。甚至乎即係幾年前嘅李旺陽啦，佢其實當時都係一個工人嘅代表去支持緊呢個嘅民運。但係點解最尾會變成一個即係俾依家會理解成為一個學生運動呢？究竟會唔會我自己純粹係覺得，因為如果將佢解釋為學生運動，即係嗰個直接啲講，佢即係個光環會大啲啦。即係同香港嘅情況差唔多，係因為即係正如嘅個理解就係話，其實喺天安門廣場其實集結嘅係咪真係大部分即係6-7成？天安門廣場集結嘅唔係，但係天安門廣場外邊一帶外圍咧就好多民眾啊。以至其實你講民眾好多時候，即係其實你記得同香港雨傘運動係好相似，即係有學生發起啊嘛啲行動，然後好多民眾去加入去參與。然後抱咗心態就係保護學生啊。5月20號之後，解放軍開始進城，係啲民眾去擋住啲軍車，唔俾佢入到城啊。其實民眾嘅參與係比學生更加多，但係奈何就係學生領袖始終就係喺鏡頭前邊就係學生同埋學生咯。反而工人嘅代表一路喺學生，即係喺鏡頭面前出唔到啊。咁所以你要即係如果淨係望住電視機嘅，就可能會淨係見到學生咯。咁但係實質上嗰個歷史嚟講，工人嘅付出甚至比學生更加多。係啊，甚至你計翻嗰個即係參與整個即係無論係北京一帶定係天安門附近一帶去參與，無論係集結啊、聚集啊，定係留守嘅。即係北京人或者當地人，其實你計翻個比率，分分鐘其實工人個比例一定係高過學生。即係正如雨傘運動嘅時候，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佔領去到即係10月或者10月中後期開始，其實你會見到根本上喺咁多區紮營嘅，或者去守住唔同佔領區嘅，其實可能好多根本都未必係學生，反而一啲20幾歲或者30幾歲已經出咗嚟職場嘅年輕人啊。咁即係我諗講完呢一個即係89嘅北京，有多幾個角度俾大家去知道咩一回事，我都值得去講下呢一個89嘅香港，因為即係同樣地就係今日我哋睇翻6四是怎麼一回事，我哋會有一個嘅 perception， 我哋會有一個嘅預設就係話佢係北京嘅事啊。佢係北京嘅事啦，咁同時佢係中國嘅事啊。係啊，唔係咁，但係不過講埋先，我想講嗰樣嘢係個過程就係當北京出現咗呢個波瀾壯闊嘅民主運動之後咧，咁。喺嗰個時候，香港嘅民主派就創立咗支聯會，然後就同香港人一齊去發起咗過百萬人嘅大遊行，咁然後佢哋就一齊同香港一齊去悼念6四啦。即係個官方嘅詮釋或者我哋嘅理解就係得咁多咯，係得咁多啦，就係有可能由無端白事有100萬人。唔係啊，仲有啲好講到好把炮，唔係又真係幾把炮嘅，因為嗰時香港得500萬人口啫嘛，就講緊話有100萬人出嚟，即係平均每一個家庭，因為當時都係比較多兄弟姊妹，咁我一家5口，就講話平均每個家庭咧都起碼會有1個人出咗嚟行。可以咁樣去計啦，咁但係即係話說回來就係話，如果我哋睇翻歷史，即係
官方嘅詮釋或者公眾嘅詮釋就係4、5月開始，支聯會就發起活動，呼籲大家悼念6四，然後到下念6四之後，唔係呼籲大家去關注中國嗰個嘅民主運動或者天安門嗰個廣場嘅學生情況。咁然後搞下咧，咁就出現咗屠城嘅事件。咁然後支聯會就每年就去悼念6四。唔係，即係呢個係一般人嘅理解，係啊或者即係傳統大家對支聯會嘅印象就係其實佢後即係屠城之前好早一段時間，佢已經去跟進呢件事啦。即係個講法係咁樣噶嘛。但係話說回來啊，係咪咁樣嘅一回事咯？其實我諗即係其實當然啦，係可能有好多細節位嗰啲歷史係出唔到嚟。應該話支聯會都唔會好刻意去強調嗰啲歷史咯，因為支聯會講得最多係黃雀行動，因為佢呢個係的而且確係成功營救咗好多民運人士出嚟。但係你話我諗香港喺即係其實呢1-2年嚟都開始有人討論，但係我覺得都值得去重提，就係話你話碧街事變咁呢啲係真係有關6四，而現實上係發生喺香港嘅事，而我哋係一路都冇關注到。係啦，因為即係例如我哋頭先我講咗少少支聯會嗰個問題啦，咁之後再講即係頭先阿包提到碧街事變啦，因為咧其實支聯會咧佢正式嘅成立日就係1989年嘅即係5月21號啦。咁即係戒嚴之後嘅一日，係戒嚴之後嗰一日啦。咁點解會揀嗰個成立？一嚟係戒嚴之後嗰一日，二嚟就係嗰日其實係有100萬人嘅大遊行啦，甚至有人話係150萬人嘅大遊行。咁然後支聯會喺嗰個時候就成立。咁點解當時候即係華叔佢哋會成立呢一個團體咧？嗰時嘅講法就話係即係希望即係聚集即係嗰個即係支援民主中國民主運動嘅力量，巴拉巴拉嗰啲啦。咁但係後來當大家睇翻歷史嘅時候，都會質疑就係話點解當時嘅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當時係陶君行，雖然大家對佢有好多批評啦，但係其實可能學聯以至到係4-5行動當時長毛所屬嘅組織，佢哋可能係由4月或者5月頭嘅時候已經係好積極咁樣去支援整個運動，甚至已經係派學生上京。咁但係點解即係所謂當時嘅傳統民主派，佢哋係要去到5月尾嘅時候先乘勢而起要去成立支聯會，係咪有一個收割嘅行動咧？咁以至到就係話當發生咗6四屠城之後，當時大家都會好亢奮，即係都好憤怒，覺得話我哋一定要有一啲行動去表達我哋對政府不滿。正如9月28號掟完催淚彈，大家都會話第二日一定要罷課咁樣。咁但係6月4號嘅屠城慘劇發生咗之後，其實最後係冇出現到一個香港正式嘅3罷噶嘛，係咯。咁樣其實嗰時支聯會成立咗之後咧，都有個我都會話叫做幾用嘅事件嘅，就係李卓人拎住啲捐款，即係佢應該係現兜兜拎住啲現金，坐飛機然後去北京嗰度諗住俾啲捐款學生啦。跟住最尾就係啲捐款就好明顯係俾公安充公啦，跟住仲要佢簽埋呢個類似嗰啲咩悔過書嘅物體。跟住其實 YouTube 都會見到，跟住翻到嚟香港嘅時候真係喊住咁樣攬住啲人話我翻嚟啊咁樣，因為其實即係你對支聯會嘅印象幾差到，即係我對支聯會嘅印象都係有一定嘅保留，即係唔係話十分之好啦，但係你都不得不承認，其實佢當年真係嘗試去落手落腳去到支援上面嘅學生。係咯，咁但係即係講翻碧街事變嗰件事，其實就係6月幾號發生？佢係6月7號嘅凌晨，即係6月6號到6月7號晚。咁我可以講多少少嗰個歷史背景，就係其實6月4號其實。我冇記錯係，即係當年嘅6月4號係一個週末嚟嘅。咁所以去到香港人真係要反應，以至組織啱啱黃之鋒所提到嘅3罷，其實都有啲時間。咁所以嗰陣時支聯會就號召6月7號去進行呢樣嘢。去6月7號去進行呢個3罷。咁呢個3罷係一個咩嚟嘅？即係罷工、罷課、罷市啦。咁但係喺6月7號進行嗰個活動之前咧，就突然之間。喺油麻地嘅碧街附近咧，就有一班暴徒就搭 van 仔去到，然後跟住落晒車就喺度燒嘢啊、搶嘢啊、打爛嘢咁樣。咁即係總之係暴動啦。其實直情就係。咁當然啦，嗰班人係咩人就唔知啦。有啲人到依家都係一個謎，到而家都唔知。有啲人話係香港仔嘅古惑仔嚟嘅，有啲人話係大陸派落嚟嘅。華叔話係大陸派落嚟啦。係啊，華叔係話大陸派落嚟嘅。而嗰個 source 佢 claim 係英國，即係。英國嗰陣時警察嘅政治局同佢講嘅，係啦，咁即係當然啦，我哋都唔知啦，即係有好多咁嘅 evidence 啦。咁但係總之就係搞完一個暴動之後，就令到當時嘅支聯會係緊急 cancel 咗，跟住落嚟嘅3罷嘅。咁有咩原因？好，咁我嘅理解就好簡單嘅啫。嗰個好簡單就係因為佢驚，如果係呢一種情緒延續落去，呢一個3罷會演變成為一個收唔到科嘅暴動。
即係其實同依家所謂今時今日傳統嘅泛民主派點解會對一啲叫做比較激烈嘅行動啦，或者叫我哋快啲退場。係啦，咩快啲退場啊，係啊又唔好我諗嗰個位又絕有啲殺咁樣嗰啲。唔同嘅，即係你號召三罷，咁你當日一定會有好多人上街，但係如果嗰種暴動嘅情緒係蔓延緊嘅話，其實係收唔到貨。即係個重點並唔係有人暴動咯，個重點係你跟住嗰日號召咗一個好大型嘅行動。而如果你前面嗰個激進程度突然之間提升，而佢自己又冇乜準備的話咧，其實嗰樣嘢的而且確好危險。唔係，其實我反而諗緊喺度幻想緊，其實因為當年嘅香港嘅政府都仲係英國嘅殖民政府啊嘛，咁佢哋出嚟示威遊行，又或者甚至乎暴動也好，但係其實佢哋針對緊即係中國大陸境內嘅嗰個不民主嘅情況啊嘛。係啊，其實佢哋喺香港做啲咩都叫做不能夠直接影響，除非佢哋衝擊當時嘅唔係中聯辦新華社唔，係咁，但係以當時嘅人數係絕對有條件係衝入即係衝擊新華社嘅。定係衝入羅湖橋？呢個更加之遠啦，即係但係百五萬新華社大公反攻大陸咁樣。咁你咁樣真係又諗得即係諗得比較大啦。咁但係我的確會覺得就係話咧，即係當時去發生咗呢一個碧街事變，然後促使到有呢一個47粒催淚彈即係警方用咗47粒催淚彈啦。咁其實就殺停咗頭先阿包所講嘅三罷。咁當然有人批評就話支聯會當時臨時殺停，其實係即係背後有啲政治價值，即係咁樣講。咁但係當然全部都係其實冇證據咁樣啦。咁但係其實都可以值得去諗翻，就係話如果當時碧街事變發生咗之後，照樣係進行三罷嘅話，個香港嘅民主運動個推進會係點樣？會唔會從此嗰個歷史就改寫？唔係，其實都冇得咁諗嘅，即係我諗，即係其實89，即係如果我係講啊，如果20幾年前如果唔係咁，但係其實89年嘅狀態就係香港同埋中國都經歷咗太多嘅關節點，即係有好多嘢發生咗，而且每一件事都係對將來係有太大嘅影響，所以我哋即係冇辦法抽離去話啊，如果當時89年唔係咁就好啦嘅嗰啲狀態去討論啦。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呢啲會成為一啲經驗喺策略上、喺實質執行上，點樣令到幫助我哋去推動到香港跟住落嚟嘅民主？呢個係我覺得六四嘅意義咯。係啦，咁所以我諗即係無論係即係當時我哋頭先講嘅碧街事變啦，以至到即係當年天安門學生頭先講嘅話即係北京拆大台嘅方法係即係綁架柴玲啦，以至到就係話其實當年喺6.4事件發生咗之後，其實當年嘅民運人士係直情係有寫個文章係去講緊就話啊，北京當局或者中國內地嘅人其實應該嘗試咧係暗殺鄧小平，係促使呢個中國嘅政局改變啊，或者以至到講到呢一個即係經濟杯葛等等啦。咁但係我諗喺呢一節都講到。